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連遇上亦要躲。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麼心盡愁悲。唔好意思，黃太科嚟遲咗。我一路去到時光機，去咗100年之後，去到2015年。哦，我終於翻嚟揾到你。咦？點解大王你變到咁嘅樣嘅喎？因為你計數，同埋我已經融入咗現代社會㗎。哦，點解頭髮咁嘅色咗嚟？係冇辦法潮啊！好啦，同埋我改咗個名，唔係仁姐，叫咩？叫我林峰。冇錯，好在佢有病啫。不過最近唔知點解好多人一路問緊呢個都市傳說，佢話鄺蕭龍幾時會再喺大銀幕出現？即係今年嘅元旦。咁你哋要做咩啊？去戲院支持啦！好開心。係啦，做老闆要做到最後，做壓分嘅。興奮啦！記住去戲院。一齊講1、2、3。唱翻首歌啦，好嗎？好，男朋友。再也不得不知道願望，為我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連遇上亦要躲避，無非想放下你，還是掛念你。